宏泰閣同埋宏建閣第二日繼續開放俾居民上樓執拾，有人帶備手推車、鮮花到場，亦都有居民冇辦法到場，需要由其他人協助。幫親戚拎嘢翻屋企，咁睇下佢哋執到啲咩就執啦。咁衫褲鞋都唔會點樣拎㗎，係啦，好唔該。可唔可以問下你今日準備咗啲乜嘢，即係幫親戚去拎嘢咁？即係點解會幫佢嗰啲咁樣嘅？辛苦啊，佢哋都老啦，咁都啱啱退休，有個啱啱做完手術咁啊，幫佢拎咯。至於日前有宏昌閣嘅住戶發現住所淪為垃圾缸，感到唔被尊重同埋氣餒。政府當時解釋話係因為救援鄰居嘅寵物所致，但就引發鄰居發問，反駁係推卸責任。而相關嘅住戶就重申唔想再揣測雜物堆積嘅真相，只係求事件得到體面嘅處理。其實同記者們喺即係記者會上面得悉嘅知識，即係資訊應該係一致，即係就係政府安排緊嚟緊，可能有幾日嘅時間，其中一日裏邊再安排好同鄰居一齊再上樓。佢哋都有親自聯絡翻。有透過社工去聯絡，從來冇怪責過鄰居啦，亦都一定係唔關佢嘅事啦。咁佢哋狗隻嘅情況，其實喺火災發生之後冇幾耐嘅時間，其實我都已經得知，咁同佢哋同我鄰居講法亦都係一致嘅。